宣传事务安。真欢喜吼，今仔日呢，拄好好啉着笋牛甲咱的古叶吼，我有这个机会，大家呢查咱属于大家，以我安尼讲，东山甲眼镜，因为呢，伊是讲啦吼，开这个中昼时吼，这个鲜花也好，果仔也好，无开咱就知影啦吼。因为这个时阵吼，若讲国岛若了就全无数啦，国岛若饱就无半步啦，安尼啦。是咱国岛若饱就无半步，咱国岛若食饱吼，就想要困，就咧爱困啦。若要叫伊变光嘛困咧。国岛若了，迄地位上好，因为国岛吼，你安怎才会饱，伊就去变皮嘛，上过来上过去，你安怎伫即个国岛好饱，趁伫即个国岛好饱吼，才有法度安尼。所以讲人国岛也是全无数，若饱就去想啦，但是我这样如果再去想下，所以咱人呢，接着迄个困难，伊才地位才会开。若好好食好做人好吼，免后底头家来吼，永远都安尼地位会较开啦。因为到困难你就想办法。所以讲咱人讲到迄个逆境，毋是讲歹，那是好事。你若当转念吼，哇！伫迄个逆境的当中呢，你才会当看到迄个一切。因若无吼，你看吼，人逐个嘛是做好，我的亲戚朋友逐个嘛做好。你若到迄逆境无时，有当时啊甲行怎，去到会讲形容较歹啦，你咧来同伊笑笑来就对啦。你就知原来好吼，是人咧好尔，是无好人来就对啦所以讲的是呢，到困难逐个才了解。你无到迄个逆境，你才知影讲这个好甲歹。所以讲修做好嘛做歹。咱修嘛是咱逐个修几啊十年，为修到半途就落车，为就变起来。所以老师有讲嘅，你不修有人修，你有修有人要修。因为讲到今朝你就甲扭落，还未到朝你就甲扭落，有人扭落就有人变起。所以讲你唔修就有人要修。个人嘅看法甲观念无共款，所以讲是个可经验习啦看咱嘅迄志同道合啦，修行是到尾啦戏马拍脚才是人嘅啦。看咱嘅心始终对袂较重要。这个这站呢，就是咱的迄个国家甲咱的神父啦辛苦这辛苦这头一段讲这辛苦上好，因为这辛苦搁伫咧地下生迄声音讲无到地真正互咱这困拢走去安尼精神300倍啦安尼。毋过这嘛是地漂尔有咱地漂尔因为这个精神好尔。这个解释过来就来咧讲讲迄个困是来搞困我的，就是安尼即今仔日呢，这就是呢头一段呢，这个有关呢是咱的老师在讲，第二段就是咱的李大仙来主会的啦来主会是咱迄个文书的老师编辑，咱文书的老师呢来指导的啦第一段这讲的道理，安尼咱先和神父来表演一下啦，来解释文化啦即摆较后一段就是国家去演奏嘛迄个国家去演奏的迄个道歌，咱先来解说嘛。咱进来来甲邀请咱的中心迄个神父来为咱大家表演。